首先，我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莆田，然后我来这儿的音乐节演出，然后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兴奋。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。我知道也有很多小伙伴是四面八方赶过来的，那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福地，能够将所有的大家聚集在这里，然后一起可以让我们去互相陪伴，然后去找寻快乐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在这个假期。对。最想对大家就是，我有收到大家希望我的这个注意身体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吃饭，我有在认认真真做，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遵守约定的是要好好的去对自己，然后要好好爱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小伙伴，大家来这里很早，从四面八方本来就很辛苦，那大家肯定没有好好休息，肯定也没有好好吃饭，那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不好，所以说我要这个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就是我有认认真真的在遵守约定，你们也别忘了哦。对，然后就希望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下个舞台见吧。那我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福建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莆田，然后开心。